大家一個道理，咩都可以唔關自己事，但係講到錢呢，就咩都好辦事啊！話俾大家聽啦，測嘢唔識唔緊要噶，最緊同老師講，我係姓羅巴爾蒂噶，你哋唔好以為我係低能噶，我係單純咋。教大家一個道理，千祈唔好做僕人，因為如果我唔係僕人嘅話，我唔會坐喺呢度同你講唔好做僕人。如果你有嘢要揾我傾嘅話，請你帶一個靚女嘅秘書嚟。不過冇波冇攞嘅都唔係女人。同大家講一個道理，時間同波波一樣，係充滿彈性嘅。不過波波亦都同人生一樣，如果你唔不斷去揸緊佢，佢係唔會大嘅。如果大家都仲想知道更多嘅人生道理嘅話，記住11月24、25號，你呢？